觀眾大家好，又嚟到7749嘅時間啦！各位彩民又嚟睇下六合彩啦！第98期嘅六合彩攪珠咧，就喺8月20號星期四晚上9點半鐘舉行嘅，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喺晚上9點3喎，9點3大家留意啦啊！好啦，今期咧由於有成4期咧冇人中頭獎啦，咁所以累積多寶咧滾存到已經有成2000幾萬啦啊！而估計頭獎基金咧喺呢一期咧有成3200萬啊！祝大家好運啦！咁逢係啲大獎金啊或者金多寶咧，馬會咧就通常會喺個網咧會出篇新聞稿嘅啊，希望大家轉載同埋大家啊有咩可以參詳啊咩玄機嘅啊，就話咧由7月開始到而家呢個新季度咧有成21次嘅攪珠咧，總共有10個百萬富翁同埋有5個千萬富翁誕生咗嘅啊！根據呢5個千萬富翁啊嗰啲 number 咧嗰啲期數咧就參詳到咧馬會提供係47號嘅啊，有3次咁多嘅啊，送不送由你啊！另外咧有搞出咗2次咧，包括有4號啦、6號啦、11號同埋20號嘅啊，大家又唔知啊會唔會覺得呢啲 number 你大家好運啊？不過呢個時候咧又要提供下18燈膽啲推介啦啊！不過今期咧就唔會話揀啲大盲門啊，今次咧我就決定就喺馬會個網嗰度咧，就喺求其咧篤條電腦飛出嚟咧，俾大家作為18燈膽嘅啊！我唔送一注敲到呢個啊咁勁嘅，我唔送嘅啊呢啲嘢。好，18燈膽提供，快啲攞紙筆抄低啦啊！就係7、21、38、41、42同埋45嘅。祝大家好運啊！唔知有冇人中頭獎啦嚇，好，拜拜。